改变是一种力量。它除了是善以外，在医学院里面它还有很多专业的东西。我的专业的东西是只拿来当工具吗？还是来做社会的另外一个责任？手上的那个红包里面有100块，那个目的是我要借由你们的手去帮助在你周遭的人。你有可能看到一个街友、独居老人，你买一个便当给他，这就是慈善潜伏的它主要的动能。那我们每年用这样的扩散，一年发出7000多个这样的红包哈，所以它不是一个礼物，它是一个责任。